EMBA 是聚集了社会的精英，然后成功的企业家。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挑战自我，然后想要脱离现有的框架，借由彼此的学习分享，然后获得无限丰富的人生的阅历，可以交到很多学长学姐这一些一辈子的好朋友。如果你是一位想要学习更高阶的管理，困境会告诉你，你需要回学校再学习喽。来自不同产业的企业经营者、高阶主管，我每天都非常期待上课，让自己的思维的角度、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都有了显著的成长跟改变。我在 EMBA 学会了倾听，透过 EMBA 的学习，能够丰富我个人的视野，借由跟学长姐们的互动，而深深学习到各种不同的经验。同行致远，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温暖而有力量的精神。交大重视专业及业界的交流，慢慢的变得勇敢而有自信。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都很适合念 EMBA。虽然我只有高中毕业，但是学校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找到同行致远，一起互相扶持、共享资源的好朋友们，与同学一起学习，以及一起疯疯癫癫的参与很多的活动。事业上面收获非常的多。最大的改变就是沟通与协调的能力。事业的经营者以及创业家都可以透过这个非常棒的平台提升自己的高度。你想要突破困境，或是想要更上一层楼的人，都是非常适合念交大 EMBA。EMBA 让我学会了换位思考，你不懂的领域，所以你会更想要知道了解，让我能够实际把所学运用在工作之上，提升自己和公司的价值。今年EMBA的人都是想要在他的事业跟家庭企业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要拓展人脉，或者是想多学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技巧，跟来自不同的精英一起当好朋友。上市柜的老板大概有六七成都是交大毕业的，让我更勇敢的去挑战。EMBA 可以带我从广度来去做一个思考，重新reset 我的一个 mindset。在事业上呢，它的供应链上其实是比较完整，间接的就是得到这些所谓既有的一些有效的人脉。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只选择交通大学 EMBA， 那种可以让自己持续充电的感觉，是非常快的一件事情。身为交大人，所以我骄傲。交大在全球及台湾都有最好的人际网络。交大 EMBA 是你的唯一首选。专业学术理论或者是业界实战经验，交大 EMBA 是你唯一的选择。让你的能力超乎你的想象。交大 EMBA 赞！